11点、12点。哎呦，你莫吵啦！啊，你徛喺路中，阿姊你看啥？我咧找物件。找物件。嗯。请问歌戏内底有4大出戏，倒一出有名的戏伫咧下骹的选择内底咧？啊，姐姐，你感觉答案是啥物哈？歌戏4大出， 4大出。大声会使啦。是咱这堂啊，开讲哦。第一个哦，为什么是第一个？第一个吗为什么？A。确定，因为是4名因为伊的主题歌我心骑白马，走山关，所以啊，回头啊，剩的拢袂晓唱就对了，所以就是。不是，不要再停摆那个 Q 音啊！不是我的意思，阿姊误会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剩的后壁迄2出拢袂晓唱了。是讲剩的迄几句因为大家拢听的就是这条尔。真的吗？好啊，牛山片会使唱吗？逐条都会晓。啊，牛山片要安怎唱？我紧先互伊打叉了，才话伊讲。后来确定是啥话 ？A、B、C， 答一个。答案是 A。好，4面柜甲王宝钏对唔对？讲起来，是亲像老人咧想的遮尔简单。啊尊重诶，伊也袂老。对啊，我发个出少年呢。遐拢小姐，你安尼看，我就要丢起来。因拢今年还袂嫁，你知无？机会来就对啊啦，好，机会来啊！加好。我简单解说一下吼，歌戏叫做4大出嘛，叫做4大跳。哦，4大跳。三匹鹰台。三匹鹰台。单衫五娘。单衫五娘。10世纪。10世纪。甲李梦静。李梦静，哎呦！歹势主持人，啊那安尼顾问的费用是毋是爱互伊领？唔是，因为咱家豪以前捌学过，对，是迄有经验，迄是经验，甲分享起来。嘿，而且袂使互伊领，是你家己要讲，我若无问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啥物？恁答案啥？三匹鹰台。三匹鹰台。确定？对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三匹鹰台对唔对？是主播得到2000咯，恭喜！好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一下哈，老师。拄则咱家豪足厉害吼，伊迄个甲这4出拢讲啊足清楚啊吼，伊讲的4出拢是正确的，就是三匹鹰台嘛吼，啊，甲咱的这个李梦静伊的2世姻缘。2世姻缘，嘿，啊，第3出就是咱单衫甲五娘的爱情故事，啊，第4出吼，伊拄则讲迄个10世纪，10世就是咱迄个叮咚叮咚白10世，就是我迄个日常的迄个咧用的细汉物件，迄叫10世。嘿，啊，这4出拢是咧讲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甲家庭伦理的这4出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